OK， 好，各位好，算是第一次录这种东西。那这次想要讲的是，就反正应该也是老问题了，对。那就首先要先讲到所谓在实况心情起伏的状况，就是其实应该很多看我玩的游戏的人都知道，说我有时候会因为游戏，然后会觉得不爽，就是有时候卡住，或者是一些卡关的状况，或者是一些有东西没找到的状况，或者是控制没找到的状况。那其实有很多观众之前也都知道这件事情。对，那我讲一个例子啦，就是我当年其实也是有逼走一些观众。对，那这东西之前也提过了，我之前逼走了也是看蛮久的观众，然后后来就变也没有在看，对方也没有在看的，也没有在追随这样子。对，那我自己因为实况就是我在实况的时候，其实心情起伏真的是难免，就是你卡住然后过不了，然后你就会觉得很不爽。对，那我会觉得说，我是很想解决这个问题。对，我不是说我这一次讲完之后就算了，我是很想解决这个问题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解决。对，然后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觉得是需要拿出来讨论，所以才想说提出来这样子。对，那难道实况的时候心情起伏是我的错吗？我不觉得是这样，因为今天是我开台啊，对啊，难道今天心情起伏是我的错吗？对，那当然我觉得你说游戏的技巧问题也是一个问题，但是我本来就不是以专业为主的啊，对，然后这样苛责我，如果用这种标准要求我，是不是也太过高攀了一点？对啊，另外一个今天想谈的主题就是伸手牌的问题。对，我真的有点烦躁，所以老实说也是因为我直接坦白讲，就是9月9号的实况，9月9号晚上的实况让我觉得很不爽，就是晚上就是4点多的实况让我觉得很不爽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有伸手牌的关系。对，那伸手牌这件事情，其实我真的就是我自己很讨厌。对，然后我也基本上我自己在看台的时候也很少去跟别人伸手牌这样子。对，但是那又是另外一回事，就是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我当观众的时候，对我有没有表现得很好？对，那我在我自己这段时间去别人台的状况来说，我觉得我自己还是表现得很差。对，当然我知道我自己要反省的点是什么。对，然后可是我又在两难的情况下，因为我现在其实我应该要茁壮自己的社群，但是我没有茁壮成，然后我跑去别人的社群去乱别人的社群，类似这样子。我自己好像是这样子的人。对，然后我就觉得很无奈吧，很无奈。然后对，这些东西其实都可以回归，就是汇整到说我整个实况没有做起来的关系，但是我要做的那个样子又不是，又跟现在普罗大众做的样子是不太一样的。对，其实对啊，那今天这个影片就差不多到这里啊。然后我这系列的影片应该会越来越多，就是我希望说可以带动一些讨论，然后就是有一些互动这样子。对，我不希望说都没有互动，然后就是实况。我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啦。对，所以这4个月以来，我一直希望的就是互动而已，就是要了解彼此这件事情。对啊，所以如果有任何想法的，麻烦在你的这边嘛，这边，对，这边，这里，对，这里就是你的右手边吧。如果是要看到，应该是你的右手边，对，会有那个有留言的地方，可以麻烦你们在相对应的描述时间留言。那我这边如果我有需要，我后来看影片，如果有需要补充的东西，我也会在旁边，我也会在旁边补充这样子。那这次的谈话就是一些提供讨论的东西就到这里。对，那以后会越来越多。对，那就提供给还想关心我的人们。那大概就是这样子，谢谢收看。